歡迎大家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。今日再講一下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發展到今日已6日啦，死亡人數未確定。呢件事真係意外定係人禍？作為一個 YouTube 新手，我認為我應該略盡綿力講返一啲真話。居民早已投訴勞工處，問爬網係咪阻延，勞工處派人檢查咗16次，居然冇發現問題。我想問佢哋檢查咗啲乜？居民都曾經向消防處處長投訴，消防鐘唔響，好多居民走唔甩。楊處長有冇認真處理投訴呢？結果引致消防員殉職同受傷。胡建文、黃碧嬌大力推動宏福苑大維修，去揀一個最高價嘅公司做維修，而呢間公司曾有17次違法記錄，憑乜嘢接咁大嘅工程？呢個其實真係意外咩？係唔係人禍？大家都明白啦。義工出嚟運送物資，政府做過乜嘢？關愛隊搶物資，國安老屈市民係黑暴，以災亂港。警察抄牌，打壓義工，搞路祭，市民祭拜，下半旗致哀，做個樣啫。邊個喺度以災亂港？自己諗下啦。官員出嚟講捉彭奕賢，理大王姓副教授大官宣去話捉彭奕賢，係因為要替某國隱瞞。佢哋憑乜嘢咁講呢？有做過乜嘢調查嗎？主張採用金屬棚，係因為內地有呢種技術，香港建築工人唔識搭金屬棚，咁佢就要引入內地嘅工人，本地建築工人更加難揾嘢做啊。司馬超之心啦，有個中大青年提4大訴求，都係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要查係咪官商勾結，都俾人捉咗話煽動。煽動咗乜嘢？呢個係合理嘅要求咋？有組織要捉提出問題嘅人，唔俾你講，唔俾你鬧，總之一提出要求就係造反。最令人神共憤嘅係某組織嘅話人以災亂港。邊個以災亂港呢？呢頭話首要賑災，嗰頭走去趕義工，捉人，製造事端，邊個以災亂港呢？自己諗下啦。香港人點會借亂事去作反？琴日好多人攞花、玩具、圖畫去拜祭亡者，個個都有秩序嘅，排咗2個鐘都願意，秩序井然，何來以災亂港？再講義工，事故第一日已有秩序去運送物資，靠政府？靠佢哋會有咁大嘅動員力？佢哋又會爭做統籌、爭功勞？佢哋遇事首要做嘅係叫大財團、馬會籌款，而家係籌款嘅時間咩？事故首日需要嘅係物資、係食物、係居所，而唔係錢啊！捐俾政府啲錢係咪真係會落到去災民手中？真係不得而知。喺大事面前，首要做嘅係團結，係團結啊！政府自己喺度搞分化，屈義工、屈市民。屈個竹棚，唔會諗自己有咩做得唔好。有人渾水摸魚、偷物資、偷電器，仲想冒充義工去呃災民。點解有組織可以完全漠視？咁樣點樣面對大災難啊？做鬼都唔靈啦！邊個以災亂港？心照啦！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對呢個頻道有興趣嘅朋友，請點讚、評論同分享呢個視頻，多謝。